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要講嘅故事係奇妙的媽媽。各位小朋友估下封面兩個人係邊個呢？冇錯啦，就係媽媽同埋小朋友啦。我哋一齊睇下書入面會發生啲咩事啦。有時候媽媽係軟綿綿嘅，我就好似一個小寶寶咁，挨喺佢嘅胸前，兩個人攬埋一齊，溫柔嘅媽媽。而有時候媽媽又神神秘秘嘅，瞓喺個枕頭入邊發緊白日夢，唔講仲以為已經去咗其他星球呢。外星人媽媽。而有時候媽媽身上係香噴噴嘅，有各種各樣嘅花香，而喺身邊聞到呢啲香氣，心情就會特別暢快，充滿花香嘅媽媽。而有時候媽媽就會打扮得好靚，心情非常之愉快，完全係令人驚訝嘅媽媽。咦，大家睇下呢一頁嘅顏色點解突然間灰暗咗嘅？原來係媽媽有無精打采嘅時候，咁小朋友就只可以喺一旁靜靜地坐下。大家當媽媽唔開心嘅時候，你哋又會做啲咩呢？而有時候媽媽就會好忙，唔得閒陪小朋友玩。有時候甚至會好嬲，大發雷霆，隻眼碌到非常嘅遠。但係我哋估下下一頁會發生咩事？冇錯啦，其實當媽媽大發雷霆之後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愛小朋友嘅，所以無需要擔心，只需要喺媽媽唔開心嘅時候了解下背後嘅原因，跟住盡可能嘅俾一個擁抱佢，咁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嘅事啦。最後鼓勵各位小朋友返去寫一封心意卡俾媽媽或者其他嘅屋企人，傳遞你對佢哋嘅愛。今日嘅故事係咁多啦。